大家平安，jauh-jauh tu saka jam-jaman na makaitina na sulibat. Saka tu saka jam-jaman na uraja supui na kainwa samas imazai tua irimia a sulajan. Imazai tua tapuru katu pitua kayan imazai tua ita karan pacu sapuru katu pitua karan. 以利米书17章1节到27节，犹大的罪恶和惩罚。上主说：“犹大的人民啊，你们的罪过是用铁笔写的，是用钻石针刻在你们的心里，雕刻在你们的祭坛角上的。你们境内的每一棵绿树下，每一座小山和远远的大山上，都有为女神亚舍拉建造的祭坛和神柱。你们竟膜拜这些祭坛和神柱，因为你们在全国各地犯罪。我要使你们的敌人掠夺你们的财宝，你们必须放弃我赐给你们的土地。我要把你们流放在陌生地方，做敌人的奴隶。你们激怒了我，我的怒火燃烧，永不熄灭。训悔录。上主说：信赖世人，依靠必死之人的力量，叛离了我上主的人，这种人该受诅咒。他像沙漠中的灌木，长在干旱的旷野，长在荒芜的原地。他不可能有幸福。专心信靠我的这种人多么有福！他像栽种在溪旁的树，树根深入水中，不怕旱灾热浪，树叶常青，不断结出果子。人心比什么都诡诈，比什么都腐败，谁能测透呢？我上主探索人心，查验人的肺腑，我照个人的作为报应他。以不正当手段发财的人，像一只鸟孵了不是自己下的蛋，他会在壮年时失掉财富，到头来他不过是一个傻瓜。我们的圣殿像灿烂的宝座，从古时就树立在高山上。上主啊，你是以色列的希望，离弃你的人都要蒙羞，他们消失，像写在尘土上的名字，因为他们离弃了上主活水的源头。耶利米求助，求上主帮助。上主啊，求你医治我，我就会康复；求你拯救我，我就会安全。你是我所要颂赞的。人家对我说：上主警告我们的话怎么了？就让他实行吧。上主啊，我从来不求你降灾祸在他们身上，也不希望他们经历苦难的日子。上主啊，这一切你都知道，你明白我说的话。求你不要使我恐惧，因为你是我遭难时唯一的避难所。求你使迫害我的人受辱，而不使我蒙羞。求你使他们恐惧，而不使我惊慌。求你使他们遭遇灾难，彻底歼灭他们。论守安息日，上主对我这样说：耶利米啊，你到犹大君王进出耶路撒冷必经的人民们去，也到各城门口，在那里宣布我的讯息，告诉犹大的君王和人民，以及所有进出耶路撒冷这些城门的居民，要他们留心听我的话。你要这样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爱惜生命，就不可在安息日搬运东西，不可搬运东西进耶路撒冷的城门，不可在安息日搬东西离开自己的家，不可做任何工作。要他们遵行我给他们祖先的诫命，守安息日为圣日。他们的祖先不但不加理会，反而顽固，不肯听从，不肯受教。告诉他们要服从我一切的诫命，
不可在安息日搬运东西进城门，必须守安息日为圣日，不可做任何工作。这样，他们的君王就能进耶路撒冷门的城门，享有大卫的军权。他们将乘着车，骑着马，由官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主领他们进城。这城将永远人烟稠密，人民要从犹大各城镇、耶路撒冷周围各村庄、便雅悯地区、丘陵山地和犹大南部蜂拥进耶路撒冷。他们要带烧化祭和牲祭、素祭和乳香，以及感恩祭到我的圣殿。但是他们必须听从我的命令，守安息日为圣日，不可在安息日搬运东西进耶路撒冷的城门。如果他们违背，我就烧毁耶路撒冷的城门，火焰要吞灭宫殿，没有人能够扑灭。哀求开罗什么？Satu cu asina apuro开马这段上山那橄榄。上主说：“犹大的人民啊，你们的罪过是用铁笔写的，是用钻石针刻在你们心里，雕刻在你们祭坛角上的。”耶利米书17章1节。督促大家们阿西尼不把达湾谨慎自己的心。在耶利米书中可看到，作者对以色列和犹大的陈述不太一样。在论述以色列时，作者的措辞相对简明，指出以色列领袖毫不掩饰地直接违反律法，带头拜当地神明，与异族通婚。对犹大的描述则点出他们表面看似和谐，内在却藏了许多黑暗、令人不齿的事。而犹大人偏离政治的心态，很可能就是加速亡国的主因。犹大人民的信仰中心圣殿就坐落在首都耶路撒冷，在历史演进下，圣殿已成为人民的心中另一种偶像。许多犹大人看见兄弟之邦以色列灭亡，不但不知警惕，反倒因圣殿还安然存在而沾沾自喜，为此感谢上主保佑。表面上，他们举行固定形式的宗教礼仪，使圣殿敬拜和祭祀维持正常运作，私底下他们却做出许多不合伦理道德与信仰的事。领袖为了图谋个人利益，把自己的儿女当作献给外邦神明的祭品。他们表面上依法行政，实际上听到喊冤之声，看见无辜之血，却无动于衷。甚至宗教领袖在宏伟的圣殿中举行各种礼仪，还祝福那些政治领袖所做的一切亨通。美妙的赞美声与庄严的仪式，实际上对犹大人的信仰毫无帮助，反而为他们的罪行推波助澜。因为他们总认为，只要圣殿还在，上主的保护也必在。这一切看在上主眼中，不仅难过，更愤怒和烈火燃烧。耶利米书17章1节提到，上主说：“犹大的人民啊，你们的罪过是用铁笔写的，是用钻石针刻在你们心里，雕刻在你们祭坛角上的。”铁笔是用来在石头上雕凿碑文，钻石针则用来雕刻宝石。作者以此形容犹大人的心意，他们的罪难以磨灭。祭坛角的是祭坛最显眼之处，其功用是绑稳木材和祭牲，它也是祭司抹祭牲之血来净化祭坛的地方。如今人民的罪却雕刻在祭坛角，象征每当他们在祭坛前敬拜，总会先看到自己的罪过，而非上帝的荣耀。这段话提醒犹大的罪会永远留在祭坛角，别以为能借着献祭
把罪勾销。人常心存侥幸，并以事件结果来表明自己比别人圣洁。今年的士林山地震造成许多死伤和房屋毁损。令人惋惜的是，有些基督徒在灾后说，这是上主对罪人的警戒。然而，正如当年有人告诉耶稣，一些加利利人在献祭时被彼拉多杀害，耶稣的回应是：因为这些加利利人死于非命，你们就以为他们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除非你们悔改，否则你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结局。路加福音13章2至3节，我们应以此为鉴戒。爱求开暖这么萨西尼巴在这个都错个的么的么，那今天给宝宝里我多加warung sinaya。萨都出阿西尼巴给你们么的努的，面对灾害，我如何以基督信仰来反省当下的处境？面对灾害，我如何以基督信仰来反省当下的处境？Sinaya dan tintu soal kajaman-jaman aurita igaluina kinumnam lakin nagamalu kinumnam ekanapa semarau kainuri。创造天地的上帝，你的作为奥妙，难以明白。虽然如此，你仍以怜悯的心引导我学习真善美。愿你帮助我谨慎自己的心和言行，并愿你的圣名的荣耀。奉主名祷告，阿们。Mali, tu soal kajaman-jaman nama kaitina. Misilah selang semupu kila roy to kainwa semat. Latina na kipapori ngawapoloro to atia. Saroy ni ceo to atia semat. Semat atia kama semat patsun to atia warung to atia kiparai. Nuna makaitina na kipapori ngaw. Manauli kaitina semanika to atia kama semat. Ayakana dimiki ja papupichuri janutina mapolat. Saka mali-mali latina na suliva tu suaca kini dawan taja ping an